最近天气寒，新冠肺炎甲流感的疫情是做伙咧拖。疾管署预估过年后疫情就会达到高峰。疾管署嘛提出奖励措施，要鼓励病院对初一到初三要开设过年的特别门诊。另外，伫咧顶礼拜有增加一个少年人得到流感死亡的个案，是一个伫咧北部20外岁查甫人，发烧2天了后就失去意识，住院住4礼拜，也是不幸过身。寒流来啊，气温雄降低，呼吸道病毒的危险也增加。顶礼拜国内累流感就医的人数是12.7万人，是最近10年同期第2高。佫新增加30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，甲5例流感死亡个案。其中上少年死亡个案是北部20外岁男性，本身有阳性病史。去年12月底破病厝的人发现伊失去意识送医，检查研判有肺炎加溃疡性脑病变，住院4礼拜也是救无回来。在住院期间也有出现这个癫痫的状况，所以他的这个缺氧性脑病变呢，可能是从这个地方所造成的。另外，新冠疫情嘛持续升温，顶礼拜新增加615例并发症，加44例死亡病例。疾管署预估后礼拜新冠加流感疫情拢会达到高峰，而且农历春节过了后，也有一波上高峰。因为过年期间一寡医疗院所休困，为着避免急诊人伤济，疾管署嘛提供奖励，鼓励院所伫初1至初3开设呼吸道特别门诊。初1、初2、初3呢，每天如果能够至少开设2诊的特别门诊来看呼吸道感染的话呢，我们就提供1万到15000块不等的每诊次的一个奖励。另外，疾管署嘛公布甲台湾血液基金会合作，所进行的新冠病毒血清抗体监视系统，针对去年1月至6月期间，关血者的血液脑样检体，随机抽7000件，发现个人血清阳性率已经将近8成，其中17至24岁族群阳性率上悬，推测无感染新冠天选之人，敢若剩1成，还是搁较少。不过，新冠病毒变化快速，捌感染无代表终身免疫，呼吁民众赶紧注意疫苗，量早得到保护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